Hello，因為你嗱跑11場賽事啦，今條片當然啦，食美糊推介，有咩馬膽，有咩配腳咧，都會同大家講嘅。嗱，另外啦，無論舊會員好，新朋友好，記住加我哋呢個新 WhatsApp，因為咧禮拜日咧亦都有一啲資訊咧即場咧同大家分享噶，所以大家記住加我哋呢個新嘅 WhatsApp 啦。好啦，咁啊先講啲特別嘢花生嘢先啦嚇。咁啊嗱，之前條片亦都同偉達馬房手足講起啦嚇，Chase 亦都講咗，其實咧偉達咧都將會咧嚇發奉公勢啦。其實咧偉達咧亦都請咗個師傅咧就睇馬房。咁咧嗱，拜神咧其實咧都好普遍嘅嘢嚟，唔係咩特別事。但係如果季中咧嚇，即係開鑼之後拜神咧，就較為特別。咁因為點解咧？嗱，馬房拜神咧，其實季前啊、季後咧都有嘅還神啦嚇。咁啊，之前開鑼拜神求平安啊，亦都成日都常見。但係如果季中拜神嘅話咧嚇，或者係未必俾大家影到嘅話咧，都係一定係求成績嘅。嗱，冇乜咩特別即係例如冇話求平安嗰啲嘅，一定係求成績。嗱，偉達咧，其實咧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佢到而家嘅成績咧，以翻佢樣馬比例咧，當然唔係咁好嘅。咁同埋咧，其實馬房手都透露嘅，當然啦，馬房出馬嘅點都有多少啦嚇，投注落去啊嚇，咁咧都係好多時咧都係輸咗啲重費嚇，所以咧一定係棘手。嗱，當然啦，揾得師傅嚟睇啊，睇風水有啲咩轉啊嚇。但係估唔到咧，偉達咧都屬於一個老香港嗱，因為以咧馬房手足所知咧，佢連咧馬房嗰個制服啦嚇，因為咧佢都以嗰個紅色為主，咁咧使唔使變動啊？又或者係咧究竟嗰個抽啲咩檔位咩號碼啊，會比較旺佢啊嚇。咁另外啦，亦都有講嘅嚇，亦都佢都有透露過咧，究竟馬匹操練嘅即係出操時間啊嚇，咁都有講嘅啊，所以咧其實咧，如果咧坦白講正正經經咧嚇就問成績咧，其實都齊料嘅，但係咧都唔多唔少咧，俾人 feel 到咧，其實偉達咧搏殺咧自己親自落手咧，應該咧都唔少嘢，因為咧。如果你真係求馬房嘅工作平安啊、成績啊，通常問下啲方位啊究竟擺啲咩可以鎮住，令啲馬匹健康啲啊啲員工精神啲啊，呢啲嘢咧都好體面、正正常常。但係咧去到咧例如啲馬操好晒啦，究竟咩檔位啊或者係咩馬匹啊，即係嗰啲名字啊，會比較對佢有利咧嚇。咁我諗呢啲咧同咧呢個咧投注上應該都有關係嘅。所以咧，大家其實之前都有睇我哋頻道都有講啦。有幾個馬房都幾着重咧即係自己買埋一份嚇。其實偉達都係其中一個㗎，所以咧。拜神轉運呢啲嘢咧嚇，佢都可以了解到嗰個練馬師究竟係咩心態，即係你好少話有好似蔡約翰咁俾人哋感覺嘅死做懶做啦嚇，咁亦都係好做得嘅。咁當然有啲細節嘅嘢就唔需要點樣講啦嚇，但係如果計偉達馬房嚟講咧，咁大家明白嚇，日後點追捧啲馬啦，同埋最重要，我哋之前都講咗噶啦嚇，2月份。佢哋咧喺未拜神之前都講咗，佢哋係將會發動攻勢，又睇下偉達會唔會又揾啲降班馬揾布文騎上去啊？定係咧今期會唔會霍雲星考牌成功咧？霍雲星可以拍到偉達馬房呢個碼頭咧？嗱呢樣嘢咧，馬房手續有講噶嚇，即係霍雲星雖則咧喺阿廖康銘手上咧就冇咗啲好嘅馬，同埋咧近排好似有少少運滯緊，但係咧其實咧偉達咧都幾睇好佢噶嚇，尤其是佢爸爸，甚至乎咧啲鄉里苗禮德同偉達其實以前咧都有合作過嘅嚇，咁其實霍雲星咧。即係賣偉達嘅馬頭咧，都機會都幾高，但係咧睇下自己嘅實力去到幾多啦，一定要考牌嘅。嗱，食美糊推介第11場3班1000-4米，嗱留意今日咧就跑 B+2跑道嘅，暫時大熱門咧就落咗喺咧6號呢隻綠野飛馳身上。
你問我覺得值唔值咧？我覺得佢鬥志咧係一流嘅。上次幾人咯跑完啦，就輸俾咧天星啦，突如其來擺前走啦，我相信都估唔到嘅。咁啊，呢隻綠野飛馳咧都跑到個第二1.7倍，都叫做咧交到貨啦。咁當然啦，其實即係有贏啦，唐書揀廠嗰啲啦。但係咧，如果計翻今次嚟講咧，做嘅準備咧都唔需要點特別，因為咧上一次咧都操練好足夠。咁啊，排個9檔咧，喺咧呢個 B+2同埋佢係略帶均速咧，佢係好有着數。不過咧有樣冇啦嚇，就係咧大熱門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啦，咁如果有啲咩馬咧係買得嘅咧嚇，我啊推介2號偉金主。除咗頭先講偉達拜神之外，咁拜神代表一定要買，而最重要咧偉金主咧就係專登咧控準 B+2跑道再出嘅。因為咧上一次喺1月1號 B+2跑道咧，咁咧喺咧呢個咧133磅咧，咁佢就慢步速咧就贏馬。賽後咧呢隻馬又加分又唔係太多喎，加咗6分嘅。而最重要咧係上次都133磅，今次135磅，只係加多2磅底下咧，其實咧都非常之着數。嗱，馬房手足講呢隻馬咧就2班都夠贏嘅，講到明。咁啊，另外啦，贏完上一仗之後咧，1月26號咧仲要喺從化試課集，話輕描淡寫咧咁樣咧就贏馬啦。咁贏個集嘅。所以咧呢個偉金主咧潛藏咧，相信3班只係過客咧，呢句説話咧應該都唔假，因為呢一場次咧好特別嘅，佢就85分至60分都可以報名嘅，所以咧偉金主咧係絕對賺晒形勢，佢係82分，本身咧就係報唔到咧呢個咧3班賽事，佢要喺2班作賽，咁啊好明顯啦，咁啊直情係捨難取易啦。相信咧偉金主咧今仗咧有隻綠野飛馳喺度咧，個飛數咧應該都有少少分頭。好啦，咁有啲咩馬咧值得要拖？咁啊首要梗係1號嘅進跑得啦，呢隻亦都係今場嘅受益者啦。本身喺2班嗰度咧要贏長頭馬咧較為被動咧就難教啲，但係問題咧落到嚟3班又唔同喎。喂大佬，佢對住嗰啲小鳥天堂、光年魅力呢啲2班係嘛？2班馬去比拼咁當然蝕啦，但係今次咧用報文蝕位都唔怕啦，有10幾倍呢隻馬絕對可以威脅咧偉金主同埋綠野飛馳，咁啊必定要拖嘅馬。好啦，另外啦，去到 B+2跑道咧，有隻馬又要留意翻咯喎，就係5號嘅同心同樂。呢個同心同樂咧，其實咧就鬥後勁嗰個日咧就一定冇佢份，但係咧如果慢步速擺前走咧，對佢嚟講咧呢場咧都有啲機會。因為咧，如果咧純講放頭馬嚟講咧，呢場馬除咗隻10號富國兄弟咧有啲機會之擺前走之外咧，但係咧其實咧富國兄弟如果真係要鬥放起上嚟咧，未必夠同心同樂放。同心同樂嘅前速都幾銳利下嘅，所以咧呢隻馬咧20幾倍咧，我覺得咧真係值得幾拖。另外啦，受人重視嘅12號靈燈啦，尤其是無險東騎上去咧，咁當然啊呢排咧都好多人支持。但係有樣嘢要留意。就係咧1月23號咧嗰課例集咧，靈燈咧就唔知係咪性能唔係咁好啦，嗰個反應咧唔係話十分之凌厲，我覺得咧呢啲咁嘅海外自購馬啦，跑咗一場新鮮感咧，跑第3之後咧，再出咧，其實咧嗰個走樣嘅機會咧都幾大下㗎，所以呢隻靈燈咧，佢而家咧竟然咧10倍都唔夠咧，我覺得咧就未必話抵買啦。另外啦，3號嘅大眾福星近幾仗都好熱嘅，嗱不過留意一樣嘢，就係近幾仗都係潘頓騎，而且呢隻馬咧有一樣嘢唔好咧，就係嗰個搶口咧，嗰個姜口唔規矩咧係冇改變過㗎。雖然咧馬房用咗好多精神力量去搞佢，但係咧大眾福星咧如果搞得掂嘅話咧，2班都夠跑，但係馬房手足暫時透露咧呢隻馬咧個姜口都係冇乜點變動㗎，所以咧今次由咧潘頓換咗何澤堯咧有少少擔心，做膽咧我就唔敢啦，話拖下腳咧咁就可以嘅。好啦，希望我分析幫到大家手啊！